来看中华大城的万安宫有一个真特殊的庙宝，伊是对地理过来到台湾的罗美地，后平安符用台语收件，伊是逐项拢会晓，是因为讲伊的翁婿真早就来过往啊，罗美地一个人担起请囝责任，今年也得到乡内模范母亲的肯定。 真熟手咧后八卦符令，甚至解签诗、收件，逐项拢会晓。这位为地理过来台湾大城乡的罗美地，是当地信仰中心万安宫的庙宝。伊因为翁婿关系接合庙宝的工课，请头来到遮听无台语是上大问题。咱庄仔头有一个去行远洋的，伊就熟悉着咱的美芝小姐，啊，带转来。但咱宫里愈啊，接味着讲啊，前几年啊无去，啊无去。 来则换到咱的美智。老人都说你使讲语哦，要讲台语哦，我们听不懂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很难过，大家都讲话，我听不懂。看电视嘛，赶快的听不懂啊，嘛是我听，我要写。更比较乖，小孩子比较乖。 罗美地表示，英国庙埕足热闹，大人泡茶，囡仔佚佗，这人拢讲台语，伊嘛发觉闹听无的，问囡仔人学台语是上紧的。罗美地过来台湾了后，翁婿早就过往，伊一个人担起饲囝的责任，今年嘛得到乡内模范母亲的肯定。海信女婿甲这两个囡仔饲拢长大，今年咱经过咱村长的推荐，并获选咱大城乡114年的模范母亲。 在台湾36年左右没有实现戏完，说没有关系，然后说我要等你们的，你又带一带，还有很快生小孩子，我想要快阿妈嘛是要等，不知道多久。但是在台湾我很喜欢啊。罗美地伫台湾生活30多冬，已经介意台湾的人情味，嘛真欢喜今年摕到模范母亲的肯定。但是罗美地嘛真挂念伫地理的亲人，望日后有机会加转去地理，因为台湾甲地理拢是因兜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